多謝選用西門子嘅電器，而家就同大家講下雙頭電磁爐嘅使用方法同埋保養說明。EH8P5262HK 同5263HK 兩部都係使用黑色陶瓷玻璃，產品特點包括17段火力、極速火力加強功能、計時同自動關機功能、鍋具偵測功能等等。跟住落嚟就會介紹佢嘅功能。首先按一下開啟電磁爐，選擇所需煮食區，滑動或者按下直接去揀選你所需嘅火力。而呢個 B 掣極速火力加強功能就係成部電磁爐最大嘅火力，當需要爆炒收汁或者快速飛水嘅時候適用，維持10分鐘後會自動轉回9度火力。跟住就係時間功能介紹，時鐘符號鍵裏邊有2個計時器嘅功能。第一個介紹嘅係煮食計時器，選擇所需烹調區同埋火力之後，撳一下時鐘符號鍵，滑動火力選擇區，設定所需烹調時間，等待幾秒之後，左邊烹調區會以5度火力烹調5分鐘之後發出提示聲，表示時間已到，同時會停止加熱烹調區。如果想停用煮食計時器，可以按一下時鐘符號鍵，滑動火力選擇區，將時間顯示改返做0就得啦。第二個要介紹嘅係獨立倒數計時器，撳2下時鐘符號鍵，時鐘顯示上會出現一個細嘅時鐘燈，滑動火力選擇區，設定所需時間，等待幾秒之後計時就會自動開始倒數，時間倒數結束後會以提示聲通知用家，但係就唔會關閉烹調區火力。如果要停用獨立倒數計時器，撳2下時鐘符號鍵，滑動火力選擇區，將時間顯示改為0即可。跟住係安全鎖功能，喺關機嘅狀態下，長按鎖匙鍵幾秒之後，就會將電磁爐控制面板上鎖，可以有效保護家中小朋友嘅安全。上鎖狀態下，長按鎖匙鍵幾秒之後呢，就可以將電磁爐控制面板解鎖。跟住係設定模式，可以按照畫面顯示嘅方法進入設定模式。設定模式入邊可以調校各種設定，例如限制功率輸出。你亦都可以睇返說明書查閱設定嘅方法。相關嘅注意同保養事項，先一定要揾返可以用電磁爐嘅鍋具，唔好使用鋼絲刷清潔爐面，唔好使用有研磨性嘅清潔用品。可以用沾有稀釋清潔液嘅濕毛巾抹乾淨爐面，再用清水濕毛巾抹乾淨表面，避免硬物碰撞爐面。再次多謝大家選用西門子嘅電器。